各位弟兄姊妹、支持者、同行者，你哋好。我咧好想咧喺同大家分享咧，喺我禱告啦，同埋咧和諧粉彩嘅服侍裏面咧，我見證到神咧去觸摸同埋咧醫治人嘅心。侍奉裏面咧包括咧喺教會服侍啦，自己主領嘅染髮事工啦，同埋同隊員一齊做嘅無家者事工，同埋咧引稱事工。咁今年咧加多樣就係咧呢一個和諧粉彩醫治藝術嘅事工。今次咧主要咧想同大家分享嘅係喺教會代禱嘅服侍，同埋咧喺和諧粉彩上面嘅見證。神呼召我嚟日本係去服侍心靈受傷嘅人，感謝神讓我能夠遇見佢哋，亦都好感謝神咧，讓透過我哋嘅祈禱啦，神咧係作工觸摸同埋醫治佢哋嘅心。喺教會嘅英文班裏面咧，認識咗諭子，後來同佢傾談咧，知道原來諭子咧認識好多宣教士啦、牧者啦，好多基督徒，其實咧可能數量咧比我仲多。但係咧好奇怪，佢仲未信耶穌喎。咁後來咧，佢好好願意同我哋分享咧，原來咧佢俾教會嘅人咧曾經傷害過，同埋咧被拒絕。咁聖靈感動我啦，為傷害佢嗰啲人咧向佢道歉。佢當時咧好感動，眼流住淚，同埋咧佢講咧佢願意饒恕。之後咧佢仲願意接受祈禱，佢個心靈咧係俾神觸動、觸摸。得醫治，感謝神咧，將佢喺呢一個傷痛裏面咧釋放出嚟。另一個開心嘅見證咧，就係阿美。阿美曾經經歷過311海嘯嘅創傷，曾經患有失眠啦、抑鬱症啦、孤單、冇食慾呢啲情況。經過多次嘅為佢祈禱啦、陪伴佢啦，同埋與佢同行。而家嘅阿美咧唔同晒，佢充滿喜樂。食得、瞓得，同埋咧，恆常都返到嚟教會聚會。每次見到佢笑咧，我都好感恩。神啊，感謝你，你真係犀利。好感謝神觸摸咧阿好嘅生命。阿好咧個家庭背景破碎，有抑鬱病，面對住好多困難。每個星期咧都接受我哋嘅醫治祈禱服侍。喺期間咧，佢喺夢裏面咧見到佢已離世嘅爸爸，好親切咁樣咧為佢煮咖啡。佢醒咗之後咧，好感受到咧佢個爸爸對佢嘅愛同埋關懷，而喺現實裏面咧，佢從未經歷過。佢個心靈咧係被觸摸同埋得到醫治。之後咧，佢將個夢咧話咗俾佢媽媽聽，佢媽媽咧竟然咧主動向佢道歉，求阿好原諒佢。因為咧，佢唔識得去點樣教育阿好。神好奇妙，透過夢境咧帶嚟醫治，恢復咧阿好啦，同埋佢個媽媽嘅關係。阿好咧而家咧不再一樣啦，佢好多時咧都有笑容。佢話個頭腦咧清晰咗，思緒清晰咗。咁呢，連佢個哥哥啦，同埋佢個媽媽咧都見到阿好嘅改變，同埋咧去鼓勵阿好返教會。阿好咧同我哋講，佢好希望咧佢個媽媽同哥哥咧都能夠信耶穌。神真係好，多謝你。好感謝大家為我祈禱啊！神聽你哋嘅禱告。喺上次視頻咧都提及咧，我會去善終中心嗰度同病人畫畫。而家咧感謝神開路啊！我唔止去一間，我係去2間啊！咁每個月咧都會去2間咧善終中心嗰度同病人畫畫。好多謝神，多謝大家。我好感恩我可以去到善終中心嗰度，同佢哋畫畫，帶喜樂俾佢哋。一幅畫，一份喜樂。有位先生咧，佢本來要做康復運動嘅，佢一聽到有畫畫咧，佢就即刻嚟參加。見到佢哋咧手攞住佢哋嘅作品咧，滿足咁樣笑咧，我其實真係好感動。喺另一間善終中心咧，有啲病人咧個情況好嚴重，甚至咧佢哋只能夠喺床上面咧去參加畫畫。有啲咧我哋只可以見到佢一次。
上次有個女士，佢話佢想畫彩虹，我哋準備同佢畫彩虹啦，下一次。點知下一次見佢就已經冇機會啦，佢已經離世。但係我好感恩，能夠咧喺佢哋生命最後嘅一個階段咧，帶俾佢哋耶穌嘅愛同埋喜樂。希望佢哋遇見耶穌，盡快接受救恩。喺和諧粉彩嘅服侍裏面咧，我除咗去善終中心嗰度之外咧，我都會咧幫咧我個同工啦。佢當佢開辦呢個和諧粉彩嗰啲醫治嘅工作坊嘅時候咧，我會去幫手啦。咁過往咧，我哋有去過呢一個能登半島災區啦，咁同埋咧去啲教會嗰度咧去舉辦咧呢啲工作坊嘅。有一次個工作坊裏面咧，有一位未信嘅參加者，佢個丈夫咧去年過咗身，佢仲喺個傷痛裏面。佢畫嘅畫咧係充滿希望，同埋咧佢揀選咗聖經嘅經文咧寫咗喺個畫上邊。佢諗起分享咧，佢話佢喺畫畫個過程裏面咧遇見耶穌。哈利路亞，神啊，你真係好。未來嘅方向啦，我哋希望咧透過和諧粉彩呢一個事工咧，將耶穌嘅愛咧去帶到去其他嘅善終中心啦、醫院啊同埋兒童醫院當中。邀請大家為我哋祈禱啊，一齊咧參與神嘅工作。請大家咧為到阿優盡快信主祈禱啦，為到阿美同阿好得着全人嘅醫治，同佢哋一家人能夠盡快信耶穌祈禱。為到我哋咧所遇見嘅每一個病人能夠咧遇見耶穌，接受耶穌祈禱，亦都咧為到咧呢個和諧粉彩醫治事工嘅擴展咧祈禱，亦都咧最重要嘅咧就係我希望咧未來嘅日子咧，我哋能夠見證更多日本人信主。感謝大家，邀請你哋咧透過奉獻嘅支持啦，與神同工，同我一齊咧邁進神喜悅嘅宣教使命當中。多謝大家與我一齊同行，將榮耀歸俾神。願神嘅恩典厚厚嘅臨到你哋和你哋嘅家人，祝福你哋，感謝神。